好多人擔心讀大學如果淨係讀理論，一出到嚟社會會唔會好難適應？喺科大土木，我哋完美做到左手讀書，右手實踐，世界各地都可以係你嘅課室。學校每年都有數之不盡嘅交流團，帶你開闊眼界，就好似 CIC 嘅大灣區交流團、中國建築嘅北京同上海交流團，甚至可以跟住 HKIE 去睇內地嘅水利工程。加上豐富嘅海外 exchange 機會，等你可以一邊探索世界，一邊體驗外國嘅大學生活。睇完世界仲可以親手做。科大土木同業界關係極好，而且學系亦都非常樂意擔任學生與行業之間嘅橋梁，協助同學揾到屬於自己嘅實習。例如黃大仙雨水渠改善工程、樂富聯合道公屋、沙田南洞工程呢啲巨型基建，親身去睇、去試、去做，將所學知識落地，呢啲係科大土木所推崇嘅精神。有住呢啲行業嘅實習經驗，揾工當然冇問題啦。甚至好多同學未畢業已經收到公司嘅 return offer， 一畢業直衝 Scheme A， 極速考牌。想讀書同時累積經驗 ，JUPAS 記得揀 HKUST Civil，follow 我哋了解更多。